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7月11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来到台湾服务绿色族群超过46档的吴道远神父，上午由市长亲自颁发中华民国的身份证给伊。市长也代表台湾人民表达对吴道远神父的满满感恩，感谢伊对台湾的奉献。市长一面参观美善福利基金会附设的光明早疗中心，一面关心因目前帮助迟缓儿童的工作状况以及所做到成效。这个美善福利基金会会当顺利成立，上重要的主角就是吴道远神父。来到台湾服务绿色族群超过46档的吴道远神父，也因为伊对台湾的济奉献。上午由市长亲自送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表达对伊的肯定和感恩。代表台南市市民，颁发身份证，互咱敬爱的神父感谢伊46年来伫台湾也是伫台南的贡献。如果咱的主持人已经讲到足详细吴神父是按随事漂洋过海来到台湾，那么来的时阵呢，甚至还佫唔知影台湾是啥物款的所在但是伊不狠心啦奉献的心对这个弱势者的疼心另外呢，要宣扬这个教义的这款的爱心所以我有勇气来到台湾这个所在。受到济呵乐甲感谢，吴道远神父真谦虚来表示，来到台湾，伊所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加多。我当然这里也说一个感人的话，事实上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多，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多，所以一边感谢我们的教会当然给我这样的一个工作也给我不断的陪伴我，也帮助我成长。也感谢我们所有的以前是类福益中心，现在是美善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同事们没有他们，我什么都做不到吴道远神父取得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以后，对于推动社会福利工作会当更加方便，也会当对台湾的社会有更加大的贡献。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了加强社区治安工作，营造安全的环境，台南市政府7月11号在市议会举行社区治安演习观摩活动，当中文安社区推动社区营造以及治安工作备受肯定，所以自98年到今，已经创下了内政部全国治安标杆社区的连续8届冠军，相当无简单。由市府警察局办理的社区治安演习观摩活动，首先由新南国市的人才团拍头阵，再来是运动力的长辈用戏剧的方式来宣导反毒反诈骗的观点。各警察局保安大队霹雳小组透过夺刀、夺枪术、定制系列打击暴力犯罪的演练，来展现平时训练的成果。为了强化社区治安，市府每一档拢会办理社区治安演习观摩活动，并且颁奖表扬自由社区，正式肯定社区为治安所做的努力。希望社区伫警方甲里长李明的共同守望相助之下，让这片土地的人民会当安居乐业。今仔日我来第一点，就是希望讲甲恁说多谢真心甲恁说多谢，因为我当中第7年，第2届第7年感谢恁伫基层的拍拼，反映出来就是市民的满意，反映出来就是咱市民伫你的以来
伫你的社区内底，伫咱台南市内底，算是一个较安全的环境通好生活。我想伫公部门经咱有限的这个状况之下，真需要就是照顾到咱大家的这个部分。所以对咱今仔日来自伫咱的基层，咱大家哥哥，除了参务以外，我相信嘛，拢是伫咱基层这个治安工作的一个领导者。希望透过今仔日咱的这个观摩演习，会当去带互大家技术的交流、知识的成长，甚至佫会当交到好朋友。未来咱大家齐心为着咱这个城市的治安来努力佫打拼。当中，伫社区治安工作、社区营造，拢真努力推动的温南社区，今年再度受到表扬，也得到瑞政部98年到105年全国治安标杆社区8连霸，相当无简单。咱新闻加山林根采访报道。今日农历6月18，正是安南区12殿南天宫地王爷生，规工拢有祝寿的庆典，甲为信众消灾祈福的活动相当热烈。佮加上今年新民生拄拄好是闰双日，相当难得，所以国历8月9号这天，庙方佮要特别举办平安宴，为所有信众的平安来祈福。对今年草月开始，已经超过140档历史的安南区12殿南天宫，为了庆祝农历6月18主神地府王爷圣诞，庙方日前除了一连串大型的康乐队等精彩歌舞表演来敬拜上苍，替地王爷暖寿。上午9点开始的圣诞庆典，南天宫管委会甲各社团、各友宫以及高背景，嘛拢陆续来虔诚敬拜，场面庄严隆重。另外，伫大庙庆典会场边嘛提供马草水，了对后往来心灵坐徛，会当天困、食草、啉水，相当意思。每一间大庙拢有一个马草水，因为伊有每一个主神，伊拢有坐徛，坐徛就是我拄仔在讲，就是讲来嘴大爱食水，巴肚爱食这草，是这个典故安尼。当然，因为南天宫行为很协，为这信众消灾祈福，所以上午地王爷生家家户户嘛拢总动员，载着3星4果等神礼前来祝寿，而且嘛有香客逐档拢专程转来共同感受神韵。今年较特别，今年这个丁酉年啊，会使讲几十年来拄仔去拄着即届的这个闰双日，简单讲就是闰双日，就是今年6月。今仔日是正6月18，后个月是闰6月18，拄仔20年毋捌拄着即个闰双日，所以伫即个后个月闰6月18日，阮会来举办即个祈福平安宴，到时阵欢迎咱所有咱的善心大德，咱遮客囝落下乡亲大家当踊跃来参加。地王爷生的这个平安宴，大家来我那共款，只要团圆，只要平安大叹息，欢迎大家。南天宫管委会表示，地王爷生今年拄好闰双日，嘛是120档来难得拄着一摆，所以农历8月9号暗时，嘛特别举办平安宴，为所有信众大德祈安祝福。就感谢他，就是就是这么久以来，就祝福我们12殿平安，然后。大家都很健康。对。你本身有什么特别感动吗？特别的感动哦。对。逐档拢有啊，逐档拢会来。因为我们已经离开这边，所以每年都还是会回来，跟爸爸妈妈回来这边拜拜这样子。今年一度的地王爷生南天宫管委会专列办好各项庆典，包括免费提供素食卤面以及红鱼，让大家食平安。同时依照传统，嘛准备过7星平安桥、精油等等，替信众祈福，祈求阖境平安。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为着减少急症病人等待病床的困扰，贵综合病院甲新台病院策略联盟，伫咧贵综合病院成立合作病房，初期要来提供内科甲老人科的转诊服务。
让病人会当得到这2间病院医护人员的完善照顾。由贵州合病院甲新台病院双方共同签署7联名合作备忘，目的就是要疏解新台病院急诊人伤济以及等待病床的压力。因此，贵州合病院初期利用7楼病房空间，作为新台病院病情单纯稳定的病房，进行专诊的服务，并且由2院的医护人员共同照护，提供病人完善的医疗资源。那我想成大医院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跟国总医院合作开设合作病房，那关于护理人员的交流跟训练，我们已经开始了。那主治医师，我们把病人转诊到国总医院来的时候，这个共同照顾的主治医师的代办呢，我们都已经做好。我想从今天开始，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把这个合作病房持续的落地生根，然后向上的发展。那以后从开始的市场能够持续增加。这个为什么还有病房？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病房因为护理不足关了病房，我们关了整层的病房关了整层，但是不是没有病人，就是护士不够、护理不够才关的。现在就是这样子那很感谢杨院长，从6月开始，成大的护理就开始来这边跟郭中和做一个交流，然后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状况了。由新台病院转到贵综合病院合作病房，将由2院的医疗人员直接做沟通，也建立医疗资讯交换系统，包括用药的资讯、病症记录、检验数据等等。而且新台病院的医师甲护理人员也到贵综合病院就诊，让病人会当更加安心。有这个合作联盟策略联盟了呢，有一个好处，伊就知影讲，咱新台病院呢，这个医生、护士、人员呢，伊有咧交流，所以呢，患者伊就有迄个信心，来刷来咱贵综合病院来继续看，两方得利啊。双方都得利。病人转诊的作业初期以拜1到拜5为主，目前以内科的一般科甲老人科为服务的科别。转移到合作病房的病友将免收挂号费。透过合作病房的模式，不但解决急诊人伤济无病房的困境，也落实分级医疗制度。电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近年来，饭店陆陆续续进驻台南，形成超级战区。即马更有6府观光集团要以观光饭店的营运模式进军台南。上午正式动土，预计伫咧3档后的完工。除了为小北甲商圈的发展带来全新的项目，嘛期待为台南共同并观光旅游尽一份心。波士段靠近小北夜市一片占地1.69公顷的面积，这是3档后将有350间客房规模的饭店，也正选定良辰吉日，包括投资40几亿买土地零售公司，以及合作开发经营的旅游集团，想伫市府经济发展局局长的见证之下，共同为新的观光旅馆甲旅游市场动土。掌声！今天盛典当中非常的开心，我们大家进行的是我们的南山台南广场新建工程。
嘛，因为该所在就是原当第18会，是一个台南人共同的回忆。虽然该商圈因此无多，不过现在旅游集团的投资扩大营运的版图，嘛寄望以文化观光的理念，结合智慧产业，来为小巴商圈升级转型，风华再现。观光旅馆跟一般旅馆的不一样，其实这个部分没有竞争性，就好像刚刚主持人有讲说，民宿的部分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 get 齐的这样子的概念哦，所以我想应该我们能够贡献的部分，就是希望能够造成这个生活上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据点。那我们知道以前这一块地其实也是台南人的一个很多记忆，共同的记忆，我们也希望能够重新再塑造这样子的记忆。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非常特别感谢南山人寿，那结合了六福集团未来的经营者，那包括找最好的营造厂付诸营造来兴建。那我想未来小北这个地方有这一栋的这个台南南山人寿台南广场的这样的建设之后，应该会成为一个小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也是未来 重要的这个小北地区重要的商业设施，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商业能够带动周边的这样的发展。据了解，目前台南的观光饭店有6间，一般旅馆高达236间，加上民宿超过16000间。现在集团看准台南的经济力加消费力的进驻，将是后一波台南边观光旅游新的商机，相当使人期待。但新闻顾问及郭国义采访报道。 1967年成立的远东百货，为着要感谢民众陪伴因度过半世纪，对7月14号开始，将要以感恩的生日庆祝为主题，推出高达15%的回馈，甚至比旧年庆更加优惠。 在台南已经行过半世纪的远东百货，在生日快乐的歌声当中，由新任店长柯俊玲加香格里拉总经理凯德曼代表，共同切下技能歌，将生日欢乐气氛炸到上高调。 当然，为了感谢市民50天来对百货捧场，对7月14号到8月8号期间，将进行回馈高达15%大奉送，甚至比旧年庆更加好看。那我想，一个百货公司在台湾能够成立这么久，远东百货是第一家。那未来我们会希望说，继续持续的经营下去，迈向未来的50年。那在这50周年庆的同时呢，我们提供了非常优惠。 最十足的优惠给我们的台南乡亲。那这一次我们全馆有累计5000送500。那另外的话，我们还有跟8大银行来合作，只要满5000以上的话，还会回馈5%。这个银行回馈5%，我想在整个百货的促销史上呢，我想应该也是头一遭。我想。 一年的采购里面的话，在这一档50周年庆，我们是完完全全真正的把我们的好康回馈给我们的台南乡亲。聪明的消费就是货比三间无吃亏，所以百货嘛欢迎民众趁机会来参观比较。但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 AIFF 台湾国际青少年影展将在7月21号到23号举行，推动影展的主办单位以多年来办影展的经验，希望会当在台湾的南部打造一个上界国际化，而且适合每一个年龄层观看影展。集合了德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韩国、新加坡、印度等等总共12个国家，超过100部的国际观摩影片，并在当中选出上界精彩、上界让人感动的影片，希望会当打造出一个优质的平台，具有教育意义，也当多元化去呈现世界各国丰富的动画影片。动画它每一个人都自己有一个框架在，但他不太敢突破那个框架。 那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希望我们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方式，希望能够带领孩子去突破框架。那我们自己要突破这个框架，所以呢，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城市的一个影展这样的一个意向。所以呢，我们就一路这样走到现在。那要感谢的人太多了
要感谢的太多了。文化局长叶铁山对了亲自到场，也表示，安尼一个结合大家梦想的影像平台，伫咧一档外的筹备甲办理，最后来到这个阶段，就是希望会当有更侪民众会当做伙来甲因支持甲欣赏。那我觉得我们这一个儿童及青少年影展，其实它是一个梦想实现的一个平台，有老师们对于动画教育的一种理想在里面，有一种是希望说，在未来所谓的数位时代、影像时代，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跟全球这样子的一个动脉来做接轨，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在里面。AIFF 台湾国际青少年影展，希望会当结合在地传统甲国际文化，带予小朋友丰富多元的想法。7月21号下午，也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举行开幕仪式甲首映会，欢迎市民朋友前来共享盛举。咱的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有时好天，温度28度至32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7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